其实查理王小猎犬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品种，虽名为猎犬，但它们在过去的主要工作是替贵族的大腿保暖，并帮助他们吸引床榻上的跳蚤，预防瘟疫。到了医学发达的今天，它们还是可以待在床上，但功能只剩下了一项，那就是陪伴主人。这是温迪，她是这窝唯一的女孩子。当3个小男生相互抱团取暖的时候，她偏要自己一个人待着。但北京的春天还不算暖和，如果妈妈一时半刻回不来，温迪也只能放弃自己的矜持，靠嗅觉爬回哥哥弟弟们的身边。蠕动，蠕动，再蠕动，这下就不会感冒了。2周过去了，我们的小查理王马上就要迎来一个打开世界的新方式。听觉和视觉几乎是同时被激活的。我们现在听到的有点变形的声音，也许就是此刻小查理王耳朵里的世界。因为刚刚打开的耳道还没有完全成型，他们需要再成长1周左右，才能进入清晰完整的声音世界。和春花开放一样迫不及待，小查理王一转眼就从只会蠕动的小肉团变成了跌跌撞撞的大毛球。春困秋乏夏打盹儿，哥哥弟弟们好像永远都不够睡，只有温迪是个例外。不过看他这个蹒跚的步态，想要为所欲为还有点为时尚早。目前他们的骨骼和肌肉还处于预热状态，后驱无力，是带不动你这辆古董跑车的。想安全地摆脱这张床，还得靠那么一点小幸运。